了是国家欢迎收看6月12号中加台南电影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这礼拜因为方面对流旺盛，容易有短时间大雨，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加强防汛整备工作。市长委托11号临时改行程，前往南区关心气球抽水站，确保水利设施的正常运作。台南市区11号落大雨，地势小东路地下道积水大约20公分，市府相关人员马上到场处理，让积水大大排出。今仔日也出动大型抽水机来防止淹水。这礼拜因为方面接近，对流分系发电较旺，容易有好大雨的发生。11号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前往南区气球抽水站，了解防汛的整备工作。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今天一下子下大雨，短延时一下子下很多的雨，那我特别来到洗漱抽水站来看一下，这边的内水位已经到0.59了，哦，那今天的涨潮位是0.47，外水位是0.47，所以一下子就增加了，哦，到0.59，所以这水上涨得非常快，到0.6的时候，这机器就要开始热机，准备要抽水了，所以知道说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对我们的这个抽水还有防汛系统是一个考验，我们也希望说这雨赶快停，哦，不要一次下太多，慢慢下。那一方面又要抗旱，一方面又要防汛，这就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比较严峻的地方。也希望说这个水抽水站发挥作用，民众就不会淹水。市长黄伟綽指出，台南市较高淹水的区域占全国的1/3，因此台南市府团队一直以来就积极准备防汛治水，包括着新建抽水站、汰换抽水机组等等。同时也特别要求水利局、环保局、区公所完成区域排水、水沟清理等工作，预防灾情的发生。也请民众出外时阵爱扎着雨伞、雨帽，注意自身的安全。台南新闻杨顺怀综合报道。台湾立委伫中医时对来关心心怀济运规划，检讨老家科技执法，嘛为了摒观光，具体建议举办拥堵好头比。对此，市府表示已经积极来评估水质甲安全性，上紧今年暑假地当试办。新华丰富的历史人文甲自然景观被认为是台南的后花园。其中南营北景之首的虎头埤风景区，以台湾第一水库的景色，更一直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所在。在疫情解封以后，宜兰立委地为了发展地方并水上观光，提出游客倍数增加计划，并且市府评估拥堵虎头埤的可行性。对此，市府已经调向试办的方向。我们露营的一个规划，还有烤肉区整个部分来做一个去观摩之类啦，去观摩之类，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规划。我想在虎头埤来讲是一个亮点啊。在几年前，本席就已经提过虎头埤的游客倍增计划嘛，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永渡虎头埤的计划。这个部分既然日月潭可以走，但日月潭面积很大，那虎头埤的面积是相对小，所以是比较精巧型的。整个执行起来，我是觉得，专案的风险其实还有在整个便利度来讲的话，是应该可以控制得好。永渡哈，阮伫6月初有找这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个水利嘉联农田水利管理处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环保局哈，针对这个水域的这个水质。还有它水道的安全来评估哈，那目前评估有2条，一条是南北向是来回800到1000，然后东西向是来回是1600到2000公尺哈。阮评估好看安怎会使，我来试办看卖啊。面对拥堵虎头埤的试办计划，市长黄伟綽表达上紧今年暑假地当举办，嘛表示一旦举办，伊会第一个报名啦啦队。我知道虎头埤是台湾历史悠久的水库。那也平常过去都是灌溉用的。那我相信，其实它过去也是南营8景之一。除了我们这段时间优化虎头埤它的一些硬体设施之外，我们也考虑，就是说在暑期盛夏，而且盛夏夏天的时候，丰水期的时候，可以考虑来办虎头埤的一个泳渡也好，或者是开放一些水域活动也好。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认真思考，最快。
希望能够在今年暑假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雏形。那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年办；来不及的话，明年就可以办。我都会绝对第一个报名当啦啦队。已经解放各地录影区陆续出现人潮，所以有嘛争取虎头埤录影区的影地整修甲特色规划，借出来吸引外地游客，和虎头埤风景区风华再现。台南新闻军及林银根采访报道。议员蔡小薇总日顺针对台南国家赔偿案件，对去年统计已经是6度第2，除了要求市府跨局处检讨公共设施管理的缺失，嘛借此要求市长黄伟哲为第2任小瑞哥来拍分数，会中甚至点名提处长并无责任。议员蔡小薇伫总日顺讲到有关国家赔偿案件，台南去年37件已经是6度第2，一直到今年3月，竟累积到45件，总赔偿到450万。议员对了表达痛心，嘛进一步要求市府跨局处检讨，毋是赔钱就无代志，一定要弥补公共设施部分的失职甲管理不当。就国赔的案件其实已经其次在法制了啦，法制是负责国赔的部分啦，但是国赔的案件拢总安尼，去年规档的赔450万啦吼，针对这样的450万，市长是不是可以来说明一下？这个金额不是赔了就没事呢？你刚才要450万有偌济？就算45万，我都觉得很严重。没错，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除了赔偿完了以后，后续的动作是什么？自己市府内部每一个局处有没有自我检讨，想出策略来？市长您请先做啦。我一件事回答议员就好，就是这450万，这45件都是表示我们对于公共设施或公务人员，因为不只是公共设施，有时候公务员执行公务，这个致人民的权益受损，它也是，所以我们这应该要自我检讨反省。为什么？不要讲说什么过去留下来，也不要讲说什么这个工程已经多久了，但是反正就是造成民众权益的损害，这是我们要检讨的。议员强调，各局处长就是伫公门好修行，期待黄伟哲第2任的小瑞哥一定爱以市民优先，唔通只讲好听话，要将真实状况反映给市长。伫总日顺嘛要求市长对家己团队拍分数。目前为止很不错的评价，然后我自己还是要努力，因为你可以知道，从去年11月26号选完到现在，一路都是踉踉跄跄先有治安事件88枪，又有一些所谓的环保事件，又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都应该自我省视、自我反省、自我检视来检讨。伫黄伟哲第2任小瑞哥的检讨声中，议员嘛因为社区场地工程延误，加上选手流失，并无人代表台南参赛。具体点名体育处长并无责任。台南新闻军及林银根采访报道。一到假日，庞大的车流量，和安平出入的交通一直是大问题。所以地方寄望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会当有效疏解塞车。对此嘛，引发议员陈振东伫总日顺关心。会中市府明确表示，今年8月完工，9月通车的时程。但是北区、中西区、汤王、安平、旧社区的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只剩最后1公里得当拍通，对疏解安平交通扮演重要角色。不过，议员陈振东关心该工程对109年开工到今，究竟当时会当完工通车，以及未来河堤甲标线等交通设计维护部分，嘛一并要求完善。卫路5段的延伸工程，我们呢真的是从108年的新闻，从110年说要全线通车，然后来到了111年的9月的工程排面，112年的2月完工。局长，我们5月30号公务局新建工程科说8月会完工，后续加上验收9月会通车。请问一下，这个是一改再改再改2次3次？不会再改，不会再改了哈。河尾路5段工程哈。那大概经费是3亿5千万那大部分都是公有地那它因为是余温地所以施工的时候是比较慢所以大概这一次呢，我们大概在
8月份就会完工。完工了以后呢，它可以很快呢，大概从河尾路就直接呢可以通到这个古堡街的附近啦，就是说和这个民权路交叉的地方。那大概我们9月就可以通车。在不会延宕的状况之下，我们整体的交通维护安全，包括我们有一些乡亲朋友，他可能是从北区要直接到我们的安平区，没错，就往这个河尾路5段延伸的部分。那如果要直接往华平路的部分，请问一下，在未来机车、还有我们的轿车，还有整体的这个路网的一个网络，跟我们的这个行穿线跟整体的人行步道的一个状况之下，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局长？有，我们在道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那几个路口它的这个未来号志形象的配置以及相关标志标线的这个设置已经做规划完毕了。为了驾驶安平大量车辆对进出安平拢是大问题，议员沈振东甲林义庭伫中日顺供应时间，期望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会当如期如期伫今年8月完工，9月通车。今日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0号办毕业典礼，因今年利亚干部甲研究所总共2155位毕业生，会场有将近20位马来西亚等外籍学生的亲友团专程来参加，场面相当温馨热烈。摆脱3档的疫情困扰，中华艺术科技大学6月10号盛大举办毕业典礼。今年利亚干部甲研究所总共2155位毕业生，场面盛大，包括名誉董事长陈启瑞、立委王定宇等贵宾拢到场祝贺。会中各系所毕业生代表对校长孙玉明手中接下毕业证书，同时进行拨穗仪式。除了恭喜大家完成学业，慢慢勉励毕业生准备好迎接后一个阶段挑战。这一刻，我想必各位同学们心里有不同的感受，是继续进修，或者是进入职场，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的人生规划，我认为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各位同学，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对未来有信心吗？有啊，赞。这就是华艺术大学毕业典礼，我们常会说祝大家一帆风顺、鹏程万里，但是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当你们离开学校，社会是充满着挫折，充满着刁难、挑剔，不是每个人都会体谅你们。所以祝福各位同学毕业以后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一直以护理、艺术经验甲验光等办学成果为骄傲，毕业校友尽力这场拢有杰出的表现，嘛成为就业的保障。典礼内外，这亲友团嘛专程来翕相留念，祝福毕业生迈向新的阶段，创造无限的可能。但新闻军职采访报道。过去只要过5日节，不少家庭拢会家己包装应景。不过随着社会形态改变，大家无闲工作，愈来愈多人会家己包。所以北区正甲里已经连续10几档甲里民包装，为了延续传统文化，嘛希望透过活动联络感情。北区正甲里10号上午，伫正甲里园办理欢庆端午包粽乐活动。邀请社区领长甲志工做伙来拔粽，也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是连续举办10活动，真受到民众欢迎。就连立委陈廷辉也特别到场，甲社区志工做伙拔粽庆端午。我一来时阵，妈妈就甲我讲吼，紧来蚵肉粽、蚵巴巴粽吼，因为今年咱的巴巴粽拢慢慢失传啊，咱少年一辈拢慢慢已经袂晓巴巴粽迄个趋势，所以其实借着巴巴粽的活动，互咱的一代一代吼，来知影讲其实肉粽吼，真正妈妈的味上好食。足侪人拢甲我问讲，恁台南肉粽讲最有名，什么肉粽上好食？我讲妈妈北的肉粽上好食。
正甲里连续侪档办理包粽活动，除了是延续传统以外，也希望透过活动，和社区民众联络感情。正甲里就是每一年一度拢有办这端午节啦。这端午节就是一个传统，伫我担任里长以来就是每年拢有，因为话是讲拢绑架的尔，阮就是有现场。食现场搁现场北因的会当联络这个感情邻里的感情啊，邻长、厝公啦、人民的感情啊今仔日咱也平常我就是平常咧讲咱委员单委员安尼。来到3天因为这个大会还会当成功啦。正觉里的吴桐吉里长都非常用心每个节气都会让大家感受到里长的温度对于邻里的这个，为了要让大家的那个凝聚力更高，所以呢办了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呢端阳平安的这个活动呢，让大家来包肉粽，来那个拿肉粽，让大家可以有更祥和的这个社区的活动来让大家体验。这次欢庆端午包粽乐活动。总共有20多位正甲里的志工朋友参与，办了将近1000粒肉粽，除了和民众早回去厝甲亲友分享以外，也分送给厝边的好朋友，做伙感受过节气氛。但是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因为乌克兰甲俄国持续战争，所以台大新闻研究所特别邀请报道乌克兰战争立选普利兹新闻奖的记者特罗菲莫夫来演讲。分享伊采访战争的观察，而这嘛是伊伫台湾为一场的公开演讲，和在场的媒体甲新闻系学生有真大的启发。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外事记者，这次受台大新闻所之邀，以我的外交记者生涯从乌克兰到中国为题发表演说，分享他作为外交记者的生涯经验以及在战地的观察，并且以乌俄战争为借镜，为台湾民众带来启发。这一位记者他非常的优秀因为他连续2年2022跟2023都是普利兹奖的国际新闻的最后的入围者。所以可见他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这个是得到美国最高的新闻奖的荣誉的肯定。那他其实也有得过其他的奖。那这么优秀的一个记者，而且他今年他入围的作品就是报道乌克兰战争。那这一位记者他本身其实他是乌克兰人。他谈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他的生涯，然后呢从乌克兰到中国，那这个其实就是刻画了他长久，他其实有20多年的记者的资历。那他长期在国际事务的报道，他报道过，其实他报道过伊斯兰世界，报道过那个阿富汗的议题，报道过伊拉克战争，报道过乌克兰等等。那他分享了我想他这里面摘要几个他刚刚所分享的重点。那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做一个国际新闻的记者，他每次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他都必须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那这个充分的准备呢，他当然比如说要阅读书籍，因为我想记者不可能你就是空手到一个现场，可是他一直再三强调，要当一个好记者，他认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保有好奇心。那他认为说好奇心会驱使你想要去探索世界，驱使你会去愿意追求更多的知识，了解各个世界各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跟探求真相。那我想从尤其他今年的入围的作品是乌克兰战争。那台湾人我们其实对乌克兰战争是非常有感。Yaro 他就从他的报道经验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乌克兰战争为什么本来大家都以为说2个礼拜可能乌克兰就会被拿下来，可是在这个战争已经延续了1年多了。他认为这最重要就是乌克兰人他们抵抗的意志。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像Zelensky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而已，他认为是全体的乌克兰，他们珍惜他们的民主，所以他们愿意为保卫他们的国土、保卫他们的民主价值而奋战。那这个也是 Euro 最后他其实也是给我们台湾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乌克兰战争如果要为台湾有提出重要的意义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我们难得走到这一步的这个民主的成果我们要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决心跟行动来捍卫。
讲座还特别邀请中央社总编辑陈正杰以及世代文化创业群创办人周奕成共同参与讨论，并分享他们对乌俄战争与国际事务的看法。陈总编辑他当然新闻资历非常丰富，而且他其实也是国际新闻记者出身。那陈总编他自己也曾经派驻这个华盛顿，也曾经派驻到叙利亚，然后呢，他还是在第2次的波湾战争呢，全球第一个发出波湾战争的讯息，比 CNN 还早半个小时就发出讯息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第2位回应人是周奕成先生。那周奕成先生呢，他是在大稻埕经营了跟年轻人经营了非常多的大稻埕在地的文化跟商业的活动那他当然不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 businessman 那他早期他就参与台湾的很多的政治事务那现在也是其实是在社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政治评论家所以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了解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邀请这2位也来担任我们今天主讲人他的回应。在中嘉宽频的赞助下，台大新闻所每年都会举办数场讲座论坛，从在地到国际，以多元角度探讨媒体产业与新闻发展。当然我想传播现象其实是非常的繁杂或者是说百花齐放的可是新闻还是传播议题里面其实非常重要，尤其新闻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可以让人民知道资讯，真实的资讯，而且这个资讯它不只是说告知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现象，它同时也在监督政府，它同时也在维持一个社会的民主品质。那我们今年就非常幸运的我们其实邀请到非常多专家来解析台湾的地方新闻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国际新闻那其实地方跟国际这个是一体两面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可是我们其实也是全球人那我们在虽然身在台湾，可是我们台湾的命运也跟这个全球社会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同时要关心国际社会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2个小时的讲座，在3位来宾热烈分享与在场媒体、学生踊跃发言下圆满结束。台大新闻所透过举办论坛讲座，也为台湾新闻与媒体发展尽一份心力。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台市区协会为了推广在地丰富的特产，18号将举办产业文化活动，除了有含量80道料理，也有亲子教育体验，邀请大家小姐来安平到老热。为推广台南有节渔产，咱市区协会渔业署以及市府农业局等单位，将伫咧6月18举办台南业比产业文化活动。南市区会积极的来筹划来办理也希望借这一次的一个产业文化活动，把我们台南安平这边整个优质的一个农产渔产的一个产品推荐给我们大众朋友。这次活动也推出含量80道的海鲜豪华飨宴，运用在地渔产日菜，变化出无同的菜色，而且介绍阁真迷人，用小小介绍食上正料理。我们现场有我们80桌的台南业比大餐供给我们的民众，推广价3999来给大家预购。那因为数量有限，那预购完就会没有了。那请大家把握机会那加速来跟我们预购。活动当天还配合渔业文化推广、规划食鱼教育以及亲子体验等等。有特产试食，另外更限量推出业比福袋，内底有5项海产，让消费者用上优惠价格买回去厝。现场呢也会准备我们的食鱼教育文化，还有我们的农渔体验活动相关的那个港区的我们的产业的鱼类产业的体验，还有我们相关的食材的准备。那我们这一次台南业比的这个业跟比呢，是代表着我们台南市的7种鱼种。就有鱼呢是鳝鱼，鳝鱼是我们的台湾鲷、虱目鱼、石斑跟五仔。那比呢就是我们的贝类3倍，鳝鱼3倍，贝类是我们的牡蛎，还有我们的文蛤，还有我们的安平这边特产的凤螺。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台南叶碧的这个产业文化活动。台南鹦鹉峰会渔业资源，南市区渔会就有举办产业活动，希望会当推广给广大民众知影。想要吃上新鲜美味的海鲜料理，就要赶紧向南市区渔会报名预定。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6月12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